到 part B 咯喎，咁要大家用翻一個 factor I 加 A 嘅 n 次等於 I 加 summation k 由1去到 n c k A 嘅 k 次啦，咁啊以 n 表翻 B 嘅 n 次出嚟嘅。咁我哋可以諗翻啦，就係其實所謂嘅 I 加 A 嘅 n 次咧，咁諗翻就好似上面咁樣咯。其實 I 加 A 就係 B 嚟嘅，咁所以 part B 咧，我哋會有 B 嘅 n 次咧，其實就叫做係 I 加 summation k 由1去到 n c k A 嘅 k 次。咁即係講緊 B 嘅 n 次咧，其實就會係1001再加翻 summation k 由1去到 n c k。咁 A 嘅 k 次頭先講過啦，就會係3嘅k 次啦，3嘅 k 次啦，00咁樣嚟嘅。咁當你知道咗呢樣嘢之後咧，其實你就可以將佢擺埋一齊噶啦，咁就變咗做係1加 summation k 由1去到 n c k 3嘅 k 次 summation k 由1去到 n c k 3嘅 k 次0 1咁樣嘅。咁但係個問題嚟啦，就係呢嚿嘢究竟係咩嚟嘅咧？係啦，極度樣衰啦呢嚿嘢。咁我哋可以點樣將佢處理佢咧？其實你可以諗成為呢嚿嘢第一樣嘢，你應該會覺得嘅，佢好似 binomial 啦，係咪先？佢好似一個 binomial 嘅樣。咁但係如果一個 binomial 嘅 expansion 咧，其實我哋好多時係講緊話 k 由0去到 n c k 咁樣噶嘛。咁然後有兩項啦。咁但係今日嚟講，你應該會覺得詫異嘅就係點解呢度係1嘅咧？咁個1係嚟自邊度嘅咧？你可以諗成為就係其實咧個1咪喺前面咯，因為我哋知道NC 0嘅時候咧係1啦，但同時間我要有一項係1喎，咁所以而家其實你只要將佢諗成為啲咩咧？就係你將佢呢兩個 term combine 埋一齊，佢會變咗做啲咩啊？就係1加3嘅 n 次方。咁如果你試下將佢 expand 佢咧，佢會變咗做係NC 0 1嘅 n 次，再加 NC 1。跟住咧就3，再加 NC2 3嘅2次，如此類推。咁其實所謂嘅呢個綠色嘅項咪就係後面呢嚿嘢咯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就爭個1啦。跟住或者咁講就係成個 expansion 及埋一齊嚟睇會好啲嘅，其實係。咁所以今日嚟講咧，你就可以將佢諗成為係1加3嘅 n 次方。咁但係後面冇咗個1喎，咁點算啊？咁你就要諗成為1加3嘅 n 次方減翻個1，咁咪可以咯。咁所以最終嘅答案咧，其實就會係4嘅 n 次減1 0 1咁樣嘅，就係咁樣。